日翻嚟石室教堂望一望，喺度讀咗咁多年書，都唔知原來呢度叫勞動路。教堂多人下，但係就幾多人會記得以前都係點樣？以前呢邊咧係有條路入去，然之後右手邊，而家應該係白色樓，再入少少嗰個位置咧，有間小學叫仁濟路小學，但而家已經冇咗咯，俾教堂收翻咯。然之後呢邊嘅勞動一小應該仲喺度，但仁濟路小學已經冇咗啦。嗱，講錯咗啲嘢，仁濟路小學係嗰間校舍係冇咗，然之後而家咧就復名叫做曾江小學，搬咗去另外一個位置。以前呢度咧有好多間士多店㗎，我記得細個嗰陣時咧，幾分錢就可以買到一個凍啫喱㗎啦，1毫子幾個。而家學校都已經改咗名咯，然之後呢度變咗好多啊！以前呢度嗰啲都係細鋪頭仔或者係倉庫，而家就變成啲餐廳。好了，逛完了。这条街还保存着原来的颜色，但是我记得以前的有些麻石路的石上面是刻着碑文，好尴尬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。下次再会。